世界上究竟有冇鬼嘅呢？科學家唔可以證實有鬼嘅存在，但係亦冇證實世界上係冇鬼嘅。有不少人曾經見過鬼。中國著名戲劇家姚克先生，佢曾經見過鬼。呢件事由香港作家易君左先生記錄咗落嚟嘅。姚克先生話，當佢從上海初到香港嘅時候，住喺皇后大道中都爹利街一座舊樓裏邊。呢間樓房嘅主人姓李，但係當時李先生出咗國，由佢嘅堂弟李發幫手睇屋。姚克住嘅房間旁邊有一個客廳，客廳前有一條通道，通道旁有洗手間。有一日下午3點幾鐘，姚克從外邊翻嚟，坐喺房間休息，面對客廳可以望到洗手間嘅。忽然間見到洗手間出現咗個女人嘅背影，身穿睡衣，頭髮有啲蓬鬆，從鏡裏邊反映出嚟嘅面貌清晰可見。呢個年輕嘅女人好似正在梳洗，但係始終冇轉過面嚟。當時姚克心裏邊諗，呢座樓房係冇女人嘅，呢個女士唔通係李發嘅親屬，又或者會唔會係李發嘅情婦呢？嚟探訪佢呢？冇幾耐，嗰個女人忽然間唔見咗，但又冇睇到佢從洗手間走出嚟。姚克頓時感到好奇異，於是起身去問李發啦。李發當時瞓喺床上，正在睇報紙。姚克問佢有冇見到一個女人喺洗手間梳頭。李發當時話冇，全間屋只有2個男人，點會有女人呢？分明係白日見鬼。呢個時候，李發瞠目結舌，有啲驚恐。後來李發話俾佢聽，呢座樓過去嘅主人姓余嘅，佢有一位年輕嘅太太余夫人，係喺呢間房屋裏邊病逝嘅。而姚克所見嘅女人高度同埋身材都同嗰位余夫人完全吻合嘅。姚克喺嗰次見到鬼之後，唔敢再逗留，好快就搬咗出嚟啦。後來佢同作家易君左講，從來以前冇見過鬼嘅，亦唔相信有鬼嘅存在。但係經過嗰次之後，佢確實相信世界係原來有鬼嘅。